有好多人睇倫敦樓咧，都可能會逐棟咁樣去比較，但係咧有啲地方用呢個方法就可能唔太適合啦。而 Greenwich Peninsula 咧就係其中嘅一個啦，因為喺呢一度重點唔係去揀邊一棟樓，而係去揀邊一個部分。喺呢一度並唔係一個細型嘅屋苑，而係沿住泰晤士河一個大型嘅規劃，一路慢慢咁樣起，住宅、公共嘅空間、工作空間同埋文化元素擺晒喺一齊。你而家睇緊嘅就係一個未來嘅 regeneration 計劃，亦都係一個已經成型同埋會繼續發展嘅地方。喺 North Greenwich 有 Jubilee Line 一個站就可以去到 Canary Wharf。去市中心方便又快捷，同時咧你又係喺 River Thames 隔離，有空間又有景觀，生活節奏同一般嘅 Zone 2有啲唔同。呢度吸引嘅地方並唔係單一嘅賣點，而係組合。河景、開放空間、O2 Arena、餐飲、文化同埋交通。單獨咁睇嘅話咧，可能冇乜特別，但係你將佢擺埋一齊，成個感覺就唔同晒。如果講晒呢度所有嘅因素嘅話咧，大家就可能會再諗清楚啲啦。喺 Greenwich Peninsula 入邊，你唔係揀緊單一棟樓，而係揀緊唔同嘅部分。Peninsula Garden、Peninsula Riverfront 同埋 Prime Point 同一個位置，但係體驗就完全唔一樣。Peninsula Garden 偏向於綠化同埋空間，近公園、近河。成個感覺會靜啲。如果你想要好啲嘅位置同埋環境舒適啲嘅話咧，通常都會由呢一度開始睇。Riverfront 就有少少唔一樣啦，屬於 Upper Riverside， 已經有部分嘅單位咧係入住緊㗎啦。河景咧會更加明顯嘅，建築設計感強，配套亦都比較齊全，所以喺呢一度你可以更加感受到實質嘅生活體驗係點。Prime Point 就喺 Central Park 隔離，平常嘅日程生活咧唔會淨係得高樓大廈。個 project 有 Manhattan Studio， 1房、2房同埋3房。如果你喺度比較緊 Greenwich Peninsula 嘅話 ，Prime Point 嘅入場價就相對比較低，可以選擇嘅戶型亦都比較多。成個 project 而家嘅階段咧，其實都幾關鍵嘅，因為佢呢度已經開始成型，但係就未完全起好，所以你唔係最早，亦都未去到最後嘅階段。而通常喺呢一個階段咧，都會特別多人去認真留意嘅。如果你而家留意緊倫敦物業，又想用一個更加全面嘅角度去比較唔同嘅 project 嘅話 ，Greenwich Peninsula 好值得你去花時間了解。如果你想逐個部分睇清楚，歡迎聯絡我哋 Pitchfork Property， 我哋會提供最全面嘅資訊。